歡迎嚟到檸檬的價值人生，我係 Lemon。科技日新月異，好多以前冇諗過會出現嘅科技，後來都俾人發明咗出嚟。就算係以前有嘅科技產品，可能功能上、外觀上都改變咗好多。以手提電話為例啊，我記得細個嗰陣，阿爸部電話個芒都仲未係彩色嘅，係好似計數機嗰隻，背景灰綠色，然後啲字就黑色咁樣。影相功能就梗係冇啦。嗰時成日拎阿爸部電話玩貪食蛇，可能啲後生啲嘅聽眾都唔知係咩嚟嘅。去到中學嘅時候呢，啲電話就開始可以影相噶啦，仲有得好似 MP3 咁入啲歌入去聽添。我記得嗰陣唔同牌子嘅電話都成日標榜自己聽歌係最好聽嘅，有部 Sony Ericsson 喺手就最潮噶啦，而我係冇嘅。啊，同埋呢啲電話仲未係 Touch Mon，係撳掣嘅。高中嗰陣成日同老婆 send SMS 喺台底度撳掣打字，我熟手到呢，直頭唔使望啲掣啊，都打咗成篇嘢出嚟。係去到 Form 6先開始慢慢多人用智能手機，電話嘅外觀先比較似而家嘅電話。可以睇到呢，喺我細個成長嘅短短十幾年，手提電話就已經有好大嘅變化。其實個世界就係變得咁快，科技又好，社會環境、潮流趨勢又好，都係話變就變。面對呢啲新事物，有時上一輩嘅人未必咁習慣，佢哋有時會表現得抗拒，或者覺得年輕人不切實際。見到你用洗碗機，佢哋會話：我哋以前不嬲都係用手洗㗎啦。見到你用掃地機械人，又會話：唉，而家啲後生真係唔捱得啊！我係同意嘅。好耐以前冇車嗰陣，啲人都係行路嘅啫嘛。依家啲人個個都搭車，咁唔捱得嘅。但係呢，你捱都要知道捱嚟做乜，捱得有價值先得嘅。你行路返工係唔會創造多咗價值。你唔用洗碗機，用手洗碗，你辛苦咗，用多咗時間，但同樣地都係唔會創造多咗價值嘅。反而其他人慳咗時間，可以用呢啲時間嚟學其他嘢，增值自己，裝備自己。就算佢哋唔學其他嘢，唔做啲有生產力嘅嘢啦，淨係休息好冇？佢哋休息完，第二日都可以更加精神咁返工啦。仲係要下下花時間自己落手落腳嘅，辛苦咗自己之餘又唔見得有回報，就係因為習慣咗以前嘅方法，而唔肯去接受新事物，咁樣就好可能會俾人淘汰㗎啦。關於運用新科技呢，我都有個親身經歷喎。做風險管理喺日常嘅工作上面，我都經常要做一啲數據分析嘅。數據量少嘅，可能直接用 Excel 啦。數據量比較大嘅時候，就都係寫個 program 會方便啲。以前喺傳統金融機構度工作，你用幾個鐘揼個 program 出嚟做分析，啲上司見到通常都會覺得幾 impressive、幾欣賞嘅，因為佢哋自己一般都唔識打曲嘅，而啲下屬又唔係個個都識打曲喎。但依家做 crypto 叫做創新金融啦，行內嘅人都係比較中意試新嘢嘅，基本上個個都會用 AI 幫手打曲㗎啦。就算老細打曲唔叻，都會識得用 AI。記得啱啱入嚟冇耐嗰陣，有次老細就叫我處理一啲風險分析嘅工作，當時我就要喺本來嘅測算程式上面加一個功能咁。我嘅判斷呢，就係因為要喺個現成嘅 program 中間加嘢，而且又唔係一啲好 general 嘅嘢喎，所以如果用 AI 就應該要花好多時間講個背景同啲細節，如果唔係就一定做唔到預期嘅功能。橫掂我就覺得要做嘅嘢都唔係好難，所以就索性自己打曲算啦。打完曲再用啲數據檢查下，睇下啲計算明唔 make sense，加埋用咗9個字左右。然後我就同老細講解下個分析結果啦。其實老細中間都催咗我一次㗎啦。到我拎個結果俾佢睇嗰陣，我從佢嘅面上感覺到一絲嘅不悅，好似覺得我做得太慢咁。我嗰下個反差感真係幾大。誒，點解會咁嘅？以前幾份工都唔係咁㗎喎。
我又唔係 programmer，打曲理論上就唔係 compulsory 嚟嘅喎。喺嗰刻我就知啦，新興行業嘅人真係會用新科技多啲，對於科技應用嘅 requirement 又會高啲。當然啦，老細有咁嘅期望，有機會係佢真係好趕，又或者唔係好清楚個 task 嘅細節啦。不過都冇需要糾結啦，下次睇下有冇方法做得更好就得啦。老實講，我就算平時用 AI 輔助去打曲，感覺上運用嘅速度都係慢咗啲，應該可以再快少少。所以我都係要再學好啲點樣同 AI 溝通啦。題外話講講，大家如果你用 AI 嘅時候，成日都拎唔到你想要嘅 output，有機會係個 AI model 太蠢，但其實亦都好有機會係你俾嘅指令唔夠清晰。你平時同人溝通上面可能都有啲改善嘅空間。返正題，我想講嘅就係，有時未必下下親力親為就係好㗎，好多時最後都係睇效率同埋個 output 嘅啫。見到新科技淨係識抗拒唔去學習，好快就會俾人拋離㗎啦。除咗科技會進步，社會環境都會隨住時間不斷改變㗎喎。環境背景唔同咗，我哋喺生活上或者人生路上嘅決策都會有所不同。以前好 work 嘅方法唔代表依家都 work，依家 work 嘅都唔代表第時都仲 work。例如以前個年代有唔少人係買樓買鋪致富嘅，有啲長輩呢，自己當年冇能力買樓，或者有能力但冇做到呢個決定去買樓，中間樓價不斷升，佢哋錯過咗個升幅，後來想買亦都買唔到啦。到咗依家呢，因為佢哋自己買唔到樓，所以就不停鼓吹下一代一定要買樓。個出發點就未必係差嘅，可能都係唔想下一代重蹈覆轍啫。但其實佢哋錯過咗嘅唔係買樓，而係嗰個時代比較穩定同埋比較直接嘅賺錢方法。佢哋冇捉緊嘅係以前嘅時代紅利。時代變咗，或者以前買樓係真係比較容易致富嘅。香港從以前嘅漁港到製造業興盛，到地產金融，然後再食埋2000幾年大陸嘅崛起，一個地方由咩都冇變到咩都有。依家可以再發展嘅空間係一定冇咁多。一個地方嘅經濟係冇可能永遠都咁樣高速增長，咁樓價又點會可以永遠都升得咁快呢？咁依家咩方法會容易啲致富呢？可能係投資美股，可能係投資 Bitcoin，亦都可能仲係房地產，但或者係其他國家嘅房地產。我唔夠膽講，但我好肯定嘅係喺呢個 moment 呢個資產好似長升長有，唔等於佢第時都會係。唔係話買樓一定唔好，但喺呢個年代唔買樓錯失嘅機會，要付出嘅機會成本就明顯冇以前咁高啦。每個時代都有佢哋嘅獨特背景，有佢哋獨特嘅揾錢方法。唔好淨係用你人生短短幾十年嘅經驗，就覺得喺你身邊發生過嘅嘢係定律。老一輩唔好咁諗，年輕人亦都唔好咁諗。偶爾我都會聽到啲朋友講：唉，早知大學嗰陣讀呢科啦，睇下幾好揾。我第時一定叫個仔讀呢科。我聽親呢啲說話都好有保留。依家揾到食嘅科係唔係代表第時都揾到食呢？甚至有啲職業啊，係以前有，依家直頭消失咗添啦。如果你淨係按你自己嘅個人經驗嚟俾意見，唔去觀察同埋理解呢個世界嘅變化同埋背後嘅運作原理，咁你自己咪變咗 OC food 咯。好啦，講咗咁多，咁點先可以唔變成 OC food 呢？首先就係抱住個開放啲嘅心態去睇事物，見到新事物唔好咁快落咗道閘，覺得嗰樣嘢唔好先，了解下係咩嚟先。唔係話一定要做專家，但大概知下都好啊。同埋就係見到啲後生過你嘅人諗法同你唔同，聽下佢哋諗咩先，了解下佢哋點解咁諗先。冇一下我食鹽多過你食米啦，就 ban 咗人哋。持續咁樣觀察呢個世界嘅變化，不斷咁樣學習，
如果唔係，永遠都後知後覺，永遠都慢一拍。好似愛因斯坦咁講：Once you stop learning, you start dying。當你停止學習，其實你就開始死亡。要持續咁樣學習，保持對呢個世界嘅好奇心。時代係唔會等人嘅，唔接受、唔學習新事物就會俾人淘汰。希望大家都唔好成為 old 師傅啦。以上就係我今日想分享嘅內容。如果對呢啲內容有興趣，記得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、like、comment、share，同埋 follow 我嘅 IG。呢度係檸檬的價值人生，我係 Lemon，我哋下次再傾啊。